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行的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伊痛声，了心酸的爱。月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。爱袂等你脚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错啦，小妹以后出门去做点心。哦，好生无哈。我老实讲哦，唔是讲吼，我要诉讼啦，我遐个人哦，唔讲批评的啦。刚好干 OK， 我知的啦。一定咧痛，痛表唔啦，唔错噶，佢个痛咁样折好好，一定咧服。唔会啊，咁样撞到火车的，真离开。啊，仁姊啊，拜托哪拢来讲，都在那边做唔错啦。唔会啦，真好势。杨师傅人爱好，伊生意还有是强强嘞。真嘅了，师傅没有事。佢让我讲啊。佢哦请中意，跟欧农伊讲哦，很会做菜吼，不但安样哦，还要做点心的铁粉哦。真嘅了，哦，师傅啊，你好多解，当挑了。啊，真是，今日家庭哦，今日还做新嘅点心。新的点心哦。古说呢，爷都会帮呢，实实在在去买个点心的材料，行啦。对，俺吼菜就忙准备好呢。哎呀，真是行啦，最多哦，俺转来哦，张龙真叔处理啦，实去转来啦，行啦。哇，客家点心个按图做哦。系啊，你俩人甜哦。是讲唔敢讲嘅，做9层班嘅米做整3点钟按久哦。哇。每一餐吼差不多要吹10分钟，9餐哦加起来差不多要吹2万多久的时间。啊，大家还分开做？哇，嘅唔咩？算起来，哇，5点钟诶，佢时间根本唔拉，用个啥？那大早吼面试真好嘞，等下转去啊，是昨天先做的呀。哦，阿成绩证明做阿成绩，啊，连亚个步骤哦，就算得准啊，你怎么算命了？电话讲下做嘛？天公鱼咯，我等下看下。真嘅咯？系水上卖去咯。OK。小八，嘿，我买一份蛋饼脑奶茶，你要冰的吗？青菜啦，好加杯就好。好。你来做嘛干啊？我来吃麻针啦。唔好过来哦，今日都好看，给你买东西。给今晚时间要转啦。俺唔知啊。我买做点哦，我讲伊做那时会人气嘅。你这人都奇怪，俺不开有片没东西做的事了。你还俺是唔是啊？你不用给片就好了，等佢做了，俺会老佢讲。不过佢一天唔会试你买嘅。我做啲啊点哦。做唔得，你们唔记得要给保护令哦。可歹势，等下就不用了哈，麻烦拿回食哈。
势，什么啊？叫走啦！外母口唔欢迎你啊，无过来啊！哎，阿珍姐，安尼东西买得差不多的哈。嗯，那也还有一个问题呢，个9层板，中华中人做8层板，现在10层板。其實吼，我本來未能窮咯，有兩隻問題啦。不過好歹吼，我有嚟查過咧，我用白能講。你9層板的9吼，是代表冲冲救救，意思是講吼，請好人的意思。哦，冲冲救救，有所人做9層板。係啊。哦，幾愛啲咧。哎呀，真是，我發覺吼，唔真係動腔呢，個點心做得暗好食啦，連一菜名都有研究呢，哦，實在厲害。生意有用了嘛？冇啦，騙呀。阿珍，風貴。哎，你在做嘛呀？哎，俺就知啊，你吵掉那個離婚，就為了公我啊？唔免啦，你冇打咧，你做乜打人啊？你係打鬼，係打不起手呢。阿珍，歹勢啦，我聽傳統啊，我冇個按大忌嘅。係勢，咁樣嘅喏，事情搞唔清楚亂打人啊！哦，大班在那講係勢哦，唔好讓你冇事情的嘛。阿珍，我真係同愛你嘛？我就是還買奶茶，老大沒回去，冇錯啊！我很拜好，我好帶你啦，我冇願意，我講埋你嘛。阿珍，拜託啊，最尾拜，我也機會好冇？阿珍，聽我做戲，阿珍，聽我做戲。阿珍，你哦是亲好亲乖的媳妇，认为是做得过亲好的身份上错，加只好老公，因为偏偏俺拄到俺样的生来咯，很难精神上哦受到安泰的打击，万一哦，因为清楚高调。吼，叫做男明人哦，真言都奇怪，很用的啊，伊也唔记得哦，报复你迄嘛个东西哦。当年就来请阿珍姐，他大你，很爱哦，你做就去报警啊，不给哦强制驱离。嗯。嘿啦，运用的无啦。呀，冇問題啦。嘅唔咩嘅阿珍姐哦，到前面人係懂的，即我嘅功夫哦，我喺做戲哦，保證佢3日3夜冇辦法下面床。好彩哦，有很多不卡，我会发现不卡哦，全部做一些模耶，有一张男美人哦，真年较好用。嘅當然嘅咯，我細細嘅吼就開始在練功夫，像安尼，迄講啊，有人敢來那邊鬧事，冇像啊，這種人來講，用那個保全主任出面咯，絕對冇問題。哎，你姐，有聽到蹦一聲，青苔上嘅上蹦，我啊，哪邊？你姐，你聽下清楚點誒，有人哦吹牛皮吹破了啦。唔講嘅話冇意思哦，我真有練過，來，我們先吃飯啦。來嘛㗎，我用三隻，來，來，吃。按槍哦，壓迄嘛㗎壓啊壓啊，公主講哦，冇人記哦，鼻都會動痛哦，來啊。都唔得啦嗬，應該就會嗶，你動槍啊？用啊！你用槍都俾做咩啦？冇得去打水庫嚟啦，來啦，吹腳嘅啦。哦，唔是啊，冇問題啦。叫你來吹腳嘅啦，安尼做較腳好啊。啊，係啊，我頭睇住嘅吧，來，來啦。做嘛？坐嚟。你姐啊，眼淚最好嘅，哦，上嚟。又大肚呀？怎麼樣？阿珍用啊？是
子来说嘛。几下摆哦，输到个大吉哦，真言太太了啊！本来想讲，先个15就做得开始了啊，没想到文贵还唔肯表述。佢两嫂就离婚离得唔就好咧，他个就做得追求自家嘅幸福啦。唔讲很简单哦。系啊，之前吼韩讲义去甲改过诶，还请某人来为阿珍进压力，最后社会还去甲刺杀，本人来到互佢正义弄出来个，好啦，也全部标出来吧。哼，莫个主用暴力，死都袂改。讲下金边吼，带阿珍去山上跟我们拜拜好咧。搞本身处理什么对天数咩？哎呀，俺不要点吼，人家还起无烦啦吼。OK 点啊，阿珍也看俺不要别休息咯咧。阿妹啊！师傅，救命！救命！哎呦，迄人太上做嘛干啊？你男人嘢又不会痛，来啦！莫个不会痛，加自己，拜托拜托，较细滴条，较细条，咱的起毛真就要存人命，拜托啊，慢做腾出来过药诶，还其他呢2次障碍啦。他调查好了啦。就安尼，阿妹你讲法嘞，来。较细滴啦台上勇气超开场。这样会好吃吗？好吃了，好吃啊，慢慢吃了啊，好，吃。安尼嘟嘟好嘿，做对了，嘿啦，好，好，又吃了哈。看看哈，来了，快点你敢吃了？吃了好啦，吃了维他命 C 呢。以后刚刚吃了呢哈，好了。哦，佢送东西把真去说的啊。阿珍哦，几年就冇食东西嘞啦。当初送嘅，面全部过去啊，根本冇食啊。讲胃口唔好是唔落啦。哎呀，几年就冇食东西，身体又会拄会掉呢。安尼咪好啦，假使吼，伊家到的吼，攞去讲遐小花，伊做法做说落嘅。拜天啦，拜天啦！哇，阿珍姐唔见的嘞。啊？做嘛咯？啊？阿妹，阿珍姐唔见的嘞，你看啦，写嘅。真的啊？希望着大家一起来支持我、照顾我。不过，我不但冇法度负担佢哋，还帮到添蛮多麻烦。虽然我哋弥漫了啲袂到每一个人全唔会怪我，不过若系爱我，我心肝若唔安。我想请求咧，我决定为离开弥漫了，替大团结老阮嘅强悍想法。同时，我咪冇想个连累大家。我哋下唔系跳白街啖食，要叫死阿俊。我學會獨立嘅精神，我會堅強開始我自己新嘅生活，像一條愛了親愛，默默相愛，阿俊。呀个阿珍哦，多代都会想买啦，你会做出安样的事情哦？系啊，阿珍今用我安讲咯，老爷就相处安久的，明明做电影就有乜怪气啊，做嘛还要离家出走啊？阿珍个生意啊，太善良，佢冇想拖你拍啥啦，心肝又硬，到离开东西又冇多带掉呢。我就亲手哦，佢身上唔有钱，你拉嘛？阿妹啊，你报警察好嚟啦。冇办法啦，无当你说是这样做，冇得失做，警察就唔会处理的啦。哎呀，阿妹啊，安样个啥喏？唔点用啊？大家好，老多嘛？没啦，俺来俺是想，你听比起阿珍，你怎么欢喜呀？没啦，俺妹带阿珍创业，妹妹了挺麻烦的，
我之前哦，分到啥台湾都麻烦，真的歹势。我知哦，我做唔得清清菜菜答应啊，但是我真的控制唔住我脾气啊。哪里啦？你昨天不应该讲法好唔好哈？你大白就按你讲，你没吃到减少哦。我要当后悔啊，歹势啦。你講咁多冇用啦，阿整研都冇才，最好那咩唔掂，嗰隻西方人我現在到咯。歹勢哦，你有看過《夜真面》嗎？冇呢。哦，很這些。打死啦！好冇意思呢，唔等你呢嘛，就干个见下。哎，以後以前阿姐就付唔出嚟，很得意哦。那你去搞去買飲料，有冇買？哦，我买饮料冇买赢嘿，哪意啦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不是好人心哦。都會講嘛該啊，嘿，狗咬呂洞賓不是好人心。还是讲迄老古板，一系列创新出来。哎，明明就係你唔有講啊，都會講嘛該喏，幾個青年啊。幾錢？我話陳志，敢有可能做唔可以假伊嘅？冇可能啊！叫咩講咧？叫我離開就冇想一般嘅就暴力狂前度啊！我說佢一天唔會去嘅就暴力狂做啲前度嘅地方。前面哦，我用力前，還我用力啊！安尼點嘛哈？我加油哈！用力，還咧加油哦！佢請問下加持先生。唔知恩雅哈吼，喺香港那邊前，唔知前面到阿珍記呢？我記得阿珍記有我嚟講過，以前有3個時間哦，就留叫做暴力狂結婚。結婚以後就一直待到唔卡，嗰時候冇買嘅朋友啊，就因為安尼，才會來安尼明白的。安尼阿珍記就冇地方做得去啦。哎呦，以後佢到底會去哪呢？對，行嘛街啊？看電視啦，看嘛個電視啊？新聞啦，乜個新聞啊？阿珍記唔會上唔開啊，冇亂講吧？冇乜事情啦，唔家打電話轉去哦，冇人之後啊，係啊，我爸都佢終於可能打嚟啊，佢咩當就冇轉去嚟啊，哦冇事情啦，佢可能衰睇你，係啊，睇個黑椒說。過2日吼，我喊吼，讓大家終於可能啦吼，好再見。歹勢啦，你阿大家一定都較親愛，都較相愛吧。大件擺，像係真唔愛，讓大家添麻煩。不過，你係最每一擺咧，喊擺，唔係個發生嘅。不過就會冇看到阿珍記啦，我看哦，阿珍記哦，我看下好掉的啊，本佢就暴力狂前度了，我知點會發生乜嘅事情吼。我吼應該談那個暴力狂，迄個阿珍記正經要錢，錢冇還是等住嘅，不過咧，安哦，真係相信文貴哦，佢有變，
无真种嘢啊，阿珍都认出来啦。刚才一早，条条走出去讲实在，俺要请寿，伊就说我又无钱，又无人照顾啊。阿妹，以后侬干啥啊？你跪安步咧哦，太早要忝咧，我做你就是好啦。某天哦，阿珍哦，天公爷就转来，迄无转来，院长就报警啦。总讲阿珍哦，结条认出来，今日弥漫了某样咩嘛，本来哦，阿珍只要豪华过生发嘞，以后又变白的哦，要离开弥漫了。真紧哦，会遇到衰事，会倒霉一辈子。假词啊，莫搁讲的啦。文贵啊，我看吼，他做条休息好啦。迄有阿珍的消息咯，我马上要通知，吼。阿妹姐，是梦啦，我先来这个，是梦大哥。阿珍姐哦，伊遐倒天来喏，伊根本就唔係你嘅麻煩啊！以後喺弥漫了無佢做唔得呢。哦，真嘅唔知哦，佢都嘅上馬街啊。伊下個年哦，就要貼生意嘅啦，上太多啦。佢聽到知道講文貴嘅事情冇解決，一定會揾太家添麻煩，怎麼嚟做？迄個哦，叫上太多哦，就會上到一年會按手機啊。阿珍姐哦，真嘅懂我啊。佢聽唔會有事情嘅啦。唔要太嚴哦，就會按嘅啦。這個自家嘅想法，老到哎呦就會對配衫人好，要唔老配衫人上看。事情哦，真會越來越麻煩。迄個阿珍姐有想到一年會按手機，佢就一天唔會按嘅。唉。過磅吼，我喺反陽彌漫吼，啊叫佢同拜拜，保庇阿珍吼，平安無事，掉到轉來好冇吼，拜託吼，真係拜託。有事情嘿。我想请过一的长老不较好啦，以后不卡发生太事情，大家心情准没动好。發生哪個事情啊？阿珍姐咪去家事情，留了一封信呢，離家出走的。阿珍。哦，阿珍姐最多弥漫了天水嘅咋？哦，我記起啦，沒有印象。阿你哈，阿珍老婆卡，係講
老米蛮留的状况样。因为10年的事情，一下样样种都弥漫了，所以留一封信呢，就离家出走。大家一下从不住唔伫家休息，也唔伫去到哪到的。阿妹吼，一出当家去家摸的，所以哈，伊真係拢担心。我做的天数清奇啊，给用的吼，我记得啦。反正多一3年，多一分的力量啊。多3年前就多一分机会。啊，你今晡日来请阿妹，还有乜嘅事情啊？其实也冇乜嘅事情啦。我係咪哦想辦法，係唔係做得哦，還叫請到阿珍啦，哈？係咯，去啦。那小妹唔愛叫做日本啊？我還會去台灣哦，待一段的時間啦。有啲事情，公司上嘅哦，會搞態啦。我想等阿珍之前到以後，大家心情較好誒，唔准落去開始辦好冇？我老大家先講好。可以。這樣你講聽你哦，跟他先一模限呢。太坏的了解嘛，一些先爽了嘛，哎，还弥漫着钱嘛，能用为钱嘛？就打边看看的呀，你喺俺做的伟家都要做嘅事情啊。反正已報警了，本警方去處理啦。你人這邊係擺頭嘢啦，過期啊，我再一擺頭一下，然後你一判件事情，判到會歸你本的啦。然後你也好，千都去商量去彌補個彌漫的人潮。假使你唔做，你日本也冇安心嘛。係咪你了解我啦？這段時間日本人安多嘅麻煩。那個是講得麻煩啦，還冇留下來依法要做事情啦。我都開玩笑啦，哎，唔好怪伊呢。兄弟幫忙啊，應當的啦嚇。我不到深度的問講啊，開講係嘛個樣，安尼也冇反應呢。我咪冇老人客氣啊，這段時間咯，我本人麻煩咯，真經按到啦。像了下，我已經冇啲嘢傳堂做事咧，按講我應該搬走咧，我啥還帶你阿位啦，我自己。你同我喺囉嗦嘛個呀？你再客氣落去冇意思，你同我好喺下落去，那個衝突不是對我日本樣弘揚好係冇？安尼讓我反應未？好啦好啦，唔講你啦啊。好啦，講正經的啦，你同彌漫離婚的事情，那又要拍啦。你看你做事情都係內細細啊嚇，哎，唔好同我講你又唔離婚的呢？安尼你對日本的離婚人樣交代，對彌漫也唔公平啊！我知啦，不過彌漫到最近事情按到，彌漫唔先關注哦，一定侵犯咧。我想吼，還俾留佢天數，請到阿珍較要緊啦。做嘛干哦？去做了做嘛干？明天啊就明天啊，我好心眼了哈。
哎，莫来去到遐行业，安尼有装神弄鬼啊？一讲往神去到遐。马上讲神。哎，莫往神啊！哎，东西说你啊，嘴也骗，安尼要抢哦。啊，算了，莫让我计较。唉，唔对哦，阿珍姐她转来的，你无假期发转来，唔对哦，伊遐好无？基本唔记得要吃东西啊。假自己啊，以后唔准唔是笑啦，因为阿珍姐吼已经会谈伊，然后嘛无强用。哎，你讲阿珍姐来无口用，迄嘛个意思啊哈？这么个意思啊？哦，你还讲俺幼稚喽？难道讲幼稚啦？还讲天真可爱，张嘴傻逼嗯？还没口用，意思哦就会都给讲俺幼稚。吼！啊，那，我来出啦，唱个中意啦，嘴上难美，哎，让我们听数，有冇？唔是你照顾，俺去搞落就好嘞。哎，喊严凤哦，是菜。哎，慢严凤啦，来，起点出啦，唔是咧掉啦。唔是啦。喂，来啦，起中意啦。哎呦，人讲唔是呢。你个人懂奇怪呢，我按好心要按的哈，来，莫个白话啦。哎呦，就人讲唔是，讲几多遍哦。拿来。我起到迄位这。哎，谁来给管呢？哈？用我哪会记啊？嘛该啊。啊，哪过来啦？只算拿来，就生意用的。吃饱了啊？哎，这方面上升的了，好按时哈，早起来。哎，要钱账。哎，按时。條家。哎呀啊。哎，我買嘢啊。哦呀，路啊，来看下哦。我就要附近的呢，哦呀你哈，你睇那条路出行哈，到红绿灯的地方哈，再右转，你是公车的地方，你就给2点就可以了，哈。喂，哎呦，阿 Q， 你刚刚没事打我啦？你在发什么呆啊？你莫跟我听哪按欧洲啊？你给他说啊！哪有我走啊？你这根本就看不到垃圾啊！没事叫我扫什么地啊？是你有洁癖吧？啊，要是你像你这样子有洁癖哦，小心哦，讨不到老婆哦，一辈子哦，就是阿 Q，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是说哈，其实好你……了，我问你啦，美满楼那边哦，就阿珍在小什么啊？哦，没有啊，就是到处都找遍了，还是找不到阿珍姐啊。这搞到了阿珍哦，情同姐妹呢。嗯，一定懂难过哦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不止叫到大姐很难过，美满楼里哦，没有人安得了心哎，你知道吗？阿珍姐哦，算是他们家里哦第4个女儿哎。我要嘛老一条天数然后啦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你说什么呀？拿着，我跟你讲，你去送瓦斯的时候啊，就顺便找他，然后啊就一直问啊，一直用问的问说，你有没有看到阿珍啊？有没有看到阿珍啊？一家问，然后顺便又可以做生意啊，对不对？千万哦，不可以让她老公先找到，要不然呢就惨哦。
原来偏爱的条件，想要抢分透露黑暗困难的事情。不过，上头白阿曼日，问是我们就无条件要收留爱，还不爱透露，不爱说，不爱带。消息，根据暗夜苗栗天气9日嘅地感，发现伊嘅富人家自杀过程。警方调查以后发现讲，亚嘅富人家今年无法度认输到老公死伤打击，才会离家出走，采取第一个离感，烧火炭来自杀。亚嘅富人家嘅老公来到命案现场，看到自家嘅母娘尸体以后，无法度接受到母娘已经过身，也对自家以前死伤打母娘嘅暴力行为感觉非常的唔应该。不过呢，因已经来过身了，无论佢嘅老公样板嫌弃嘅本样，也已经观察到。阿姐，你唔好係講人。阿姨啦，您清楚无？太好了准啦，伊些消息就冇啦。冇想到簽證人哦，很困難呢。當然咧呀，假使有事咪拼起來，一樣會簽咯。某天也跟你已經出國了呀。你想啊，當時離開世界啦，愛上哦咪咪也親親啊，我死啊！啊，然後望望咧，你望望陪我哪去簽啊？你講錯冇？錯啊！不好意思哦，我冇嘅意思哈，哎，冇講什麼多嘅咧。愛啲啦，當然本來就係愛唔錯啊，但你下爭啲哦，呢種事咪動艱苦啦。我目標嘅前面哦，愛手機安全，手機有色嘅冇，有水好冇，身體係唔係健康嘅？哎，佢明晚底下唔對聽出情形。但正經潛到現場講啦，佢至於話你啊？我希望係哦。好。阿珍，希望你交到做美满了，我愿意无条件让强制离婚。还有好什么人顶牙顶爱，想交到人的联络。哇，哎，我一份玫瑰哦，真嘅用心發現嘅哦。眼看就真唔起咧。呀哦，吼，已經吼有迄記哦，想要老阿珍騙出一個招數啦。你真唔小心哦，結果良心發現。唔會吧？你看你當哦，點樣啫？阿珍姐哦，一實實進來嘅吧，佢願意無條件，然後佢強勢離婚。暴力恐講嘅話，用做嚟相信啊哈！哎呦，你死條人奇怪啊！你讀書間唔是偷過誒？人之初性本善啊！唔把到所有嘅人全部發現嘅咯。雖然佢要打你冇唔錯啦，做佢講而家係忌非此個難啊！
连太美，你还有健忘症哦哈！你莫唔记得哦，今日大过年，伊也就还蛮好嘞。很对伊讲嘛个人性本善，伊哦，迄对伊讲七家吧，按叫就原谅伊。我做的吃都已经上清楚的，今咱要看呀，不用阿珍去吃伊。嘿啊，你哦，亲好啦，伊要不用阿珍去吃伊，我做就不用嘞啦。你迄无通讲人性险恶哦哈！吼，伊哦，无像伊上个按善良啦。你总爱本人捌记飞咩？本人青豆白记飞啦，迄唔滴听听啦。两个有体草嘛个？你这样，叫暴力狂啊！看嘛该寻妻启事啊！嚯！你姐，你冇知道哦，给个心机超重哎！我想要用这招来骗阿珍姐呢，真人都笑过啊！拜托我嘛，你迄条所有个人动作会反应的嘛，你要改变的，唔对啊！你姐，你知道若说到伊阿伯，应该伫七家唔对的。娘啊，有谈到嘛？有谈到无啦？因娘儿子哦，都启动个遐边。唔对啊，真姊吼，伊遐人都耐到的，有可能要种子的么？我马英上好，下个全部透露，我就冇法度个生活下去咧。头家，头家，有人在嘛？好势，你做嘛咯？佮当然失败呢。我是点心，就提供有糖分就拄好嘛，有拉甜嘛，有甜甜。好到嘞。先放。阿珍姐啊，你做一点心哦，真人都好事呢。顺便讲哦，是你做个点心哦，会有幸福的感觉哦。我当作你来天使的妹，知无？啊，做阿美人看到妹按艰苦有嘛事情，当然要出头的，知无？要听书，记得哈。有几个？阿珍。阿弟阿慢日记到，你还伊听懂小爱，你为伊听慢谈伊亲爱啦。最近会记到对俺好，我讲我想的，个人慢慢了添麻烦。我想，系做得一世人慢慢了切断关系，俺用记到长做得好好过生活。你太家就少年，还没转移啦。啊，事情哦，总会解决的。太家做得向我想办法啦。师傅，我请你打仁爱红事情好吗？好啊，你讲。我请你莫老太家讲，你有拄到爱。佢已經講吼，只要你轉移慢慢了，佢就答應你分啦。係咪有乜困難？做得講出來，我讓你聽書啊。
了去安抚吼，来看弥漫了，当早就开门，休息嘞也唔去关门啊，一定对个等于转去，弥漫个高兴啊，那想安抚头哦，一定睡唔到觉啦。应该无关伊个意思，看到弥漫了这下的情况，我就想到20年前，我离开个世界，弥漫老声音一定也会安用过的。我只是对不起阿曼西啊，不过。我要叫我专业时间，阮过去唔甘面人嘅离婚，都是有哪有猜猜，我只是我唔定用办账号，我只是冇想我去到弥漫了嘅。青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，千里眺望故乡河，悠然的样，初恋未爱你，长夜抚琴也渐起。青山下畔爬高峰，你的笑声忽然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。山歌一曲难唱多。